南投新义乡嘅神木村对莫拉克风采来过后呢，如果从古道共用屯路北路14联络嘅，虽然近半夜有出神机去空投物资，也有在民众下山，不过睇神木嘅小户区，生意面无位所好提出神机，如果岛内需要送到医院去嘅病人，还睇电脑，情况也是得讲以危急。 直升機在呢民生物資開始向新義鄉嘅方向出發，軌道上所看到嘅都係富士馬家嘅現象。來到東部地區已經有幾大區嘅民眾都嘅擺列了，但呢樣錯直升機下山。我哋啊寫量嘅直升機一擺配合所在載人數係非常嘅有限，順利下山嘅民眾上到該下嘅現象係持續動驚。那是第一天我們還沒逃命，第二天晚上我們就開始逃命了，逃了5次。 一直往上跑，一直往上跑，因為那太大了，根本連東西都沒帶。從呢個小子就係大到水木村，不過幾所大嘅地方，在水木村最面前呢，行到地步，水木村水木國小順條，情形很難嚴重，冇電力，也冇通訊，就連行動電話也唔會通，都冇簡單聯絡當地嘅民眾，佢哋先都係都冇奈何。遇到乜嘢問題嗎？ 叫聊天對外都冇法度聯絡嘅啊，要手機嘅信號動壞啊，接唔到啊，聊天路都唔會通嘅啊，所以我叫聊天就變成公司嘅，可能會容易咧就有問題嘅啦。就算直升機唔係講要載東西，你咪是冇順地步，應該得咁摸那度。直升機嘅話，啲東西係在啲我叫對岸啊，我叫講係水動態啊。 佢在地嘅樹木國口嘅田啊，嘅田嘛有人帶啊，我這條田是公是那麼多啊。用呢度用辦過先翻。呢度係看呢種嘢咧，佢咪集中喺條田內摸啊，看呢條田佢咪長叫喺下內摸啊，摸呢條田嘛係對外摸法條聯絡嘅呀。地背咁要人講外不平外出咗內背送醫一種情形。要到係寫嘅話，講前音前講唔係香港已經講啦，而家開到時嘅講我講嘅啦。日常無情嘅天災唔單將大隻嘅動作無辜嘅影響，現原做得留下來嘅人，所謂面臨嘅係很難艱苦嘅挑戰。所以到呢時節，按樣板嘅傳出戰術，協助佢哋重整家人，係提升愛完善嘅工作。係咁李豐基南投報道。